这我们干脆就在招募你的，碰到，对，是骗黑的，大陆都没掉我骗黑的。阿鲁，我们练修，快我们到了就查查。就这噻。我妈你不给。就这噻，过去。呀，可以等到这把什么摄影呢？阿罗，摄影，大家过吧，现在看的。周大林，大哥怎么检查的？老母，你现在看的。周大林，就山上没给，俺已经我没看，我你现在已经明天拆户。人家大暖心的咋的呀？阿鲁，OK，等着的气死嘞。OK，他都是两年些人的。哎。你多少几岁的？讲到什么啥子到嘛的？这里你个国际天的几单着，可黑几包呢？这里你快动！OK，这个叫从把点错，差点拿这些就骂到这些人，面对这来人，怕了啥的的，是我的，我那些人，我那你，哼！我不，可这些人，就这那些那就多啊！天天就到马路上，啊！俺这，别人都见过嘛哥，我们很介绍我是，俺可都要么些人，啥都干，就要把小妹起来的，把路上有来天马修多。今天这些个人，给他的，他也的，对的，他们年轻东西打几个，干都去对工，对。我干也不的呀，干都就给下线，当过走。就是呀，OK，几个行。呀，那个挺难看的了，你着。俺这。店主啊，那是去年的过来干，叫派出所啊。干谁呢？几岁的？叫派出所噻。说。呀去！啊！这家兄弟，人家差不多，看我们这家兄啊，我弄的这呢，行，我们就来个来。呀去！啊！水啊！多这个水啊！多给水，多给那这个，就把小龙虎搞的，就把小龙虎，你去第二个生意，吃把什么水啊？多给水，就把小龙虎。罗勇。是啊。可能也。人都。真个小龙母，装给10斤呢。
我去第三呢，你没个3道人，等着吃把啥么？你去新家街人站着，真不个东西了人。谁呀？没给，马家龙，谁？这个，叫把这个，呀，给，我总给他的你意思，追马住，总给你追马住。啊，打岔题，离了老面个，打这些个人。打这些个人，我不这些个人啊，这些个人，就谁去看你干头接的呀？我那现个穷个，才讲我们公司的。阿罗，对了，你站住！站住！不过。这你跟他追着了你，呀？真正差不，大大的离开你那边别的啊！啊，我当你等你追好的。呀！走家给走家！阿拉，别去！阿拉，再走！这把啥么？你来这些人，俺的朋友，哥多，我现在干那先把的生意。呀，你不？啊，给在那吃把啥么？总给今天你不？我面个，你快动作，你干头接的呀？那你给，够你苦痛过来的。我给你，年轻人都天资协议。别马住！我给人家狗多，年轻人协议。站住！谁能干起啥子的？啊？当你听你就把这个，你看，俺别这个，你还搞的，你听你些，我俺人家搞些生意，你讲，光得烂的，打嘎多，你要得烂我明个。当你跟哪追溯着你呢？啊，头把头忙，才没写的。当然一，呀，你老个说嘞？在哪有？你就把这，站住！俺我是这我给接你，俺就把屁股，俺屁股在那里。等着干头姐也不累的，那当干头姐你给那个动不得嘞，哎呀，等着干头姐，等着这个那个也没来的，老把他急嘛的，啊，都在进步些呢，早上现在送下的，我你来推有的呀，阿家广播，俺们这才的话去。这个就当年轻人没个3道人。